真乖。开门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噔噔噔噔，叶哥哥，佳妮，我给你送衣服来了。哦，快进来吧。嗯。小峰，佳妮给我送衣服来了。小峰姐姐好。啊，你好，坐吧。嗯，坐吧。叶哥哥坐。坐。是这样子的，叶妈妈帮你定做了一套礼服，让你去参加 uncle 的60大寿穿的。叶妈妈让我把它带过来给你。叶哥哥，你看，叶妈妈每次帮你定做的礼服，你穿起来都好帅呢。啊，那我先收起来了。哎，要不我煲个什么汤给你送去实验室吧？哎呀，不用麻烦了啊。没事，喝点水。来，佳妮，喝点水。嗯，谢谢。小峰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啊。叶哥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小峰姐姐，我们后天见了。那行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后天见。叶哥哥，你送我一下吧。好，那小峰，我送一下佳妮，马上回来。啊？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爸妈今晚赶回来，司机去接他们了。家里另外一个师傅去接了我爸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所以我让叶哥哥送我一下。小峰姐姐，你不介意吧？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了。嗯，走吧。嗯。我已经帮你订好了礼服，叶佳，你知道吗？小峰，你还没睡呢？歌戏还差一点，很快就好了。小峰，明天是我爸60大寿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，顺便也可以见见我爸。我怕我去了，会惹你母亲不高兴。小峰，是不是我妈对你说了什么呀？没有，我还得写小说呢，不能让我的粉丝失望啊。叶佳，不是我不跟你去，我是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怕你父母不认可我。小峰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能看不出来吗？我妈在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你不高兴了。我妈这个人，我太了解了，只怕无论你怎么做，她都不会满意。她看好的是女孩子家的背景，她会想尽一切办法
来为难你。这次我就不去了，下次一定陪你去。毕竟这回是你父亲的大寿，肯定会有很多记者的。我如果去了，再惹你母亲不高兴，闹出什么新闻来，大家都会不愉快的。小凤，明天啊，你就早一点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那好吧，那你别写太晚了，早点休息。我先去洗澡。爷爷好，生日快乐，爷爷！你好，欢迎欢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里面请。来了，进去坐会儿，等会儿去找你们。哎呀，老爷子啊，恭喜恭你好喜啊！祝你福如东海，谢寿比谢谢谢南山。张太太，谢谢里面请。太太你好，里面请。哎呀，老爷子生日快乐！欢迎欢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哟，李总，哎，叶总，生日快乐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好，叶总生日快乐！哎，你好，张太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到里面先坐一下啊。哎呦，张总，你亲自来了，可真好啊！您好，叶太太，谢谢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你好。哎，叶伯伯，哟，三姐你来了，你来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。叶妈妈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来，三姐抱一下抱一下。帅了，待会儿聊，里面请。小姐，请。哎，生日快乐！欢迎欢迎光临，生日快谢乐啊！谢谢谢谢，谢谢。你好你好，里面请。我带你过去。大哥，三弟，爸，李欢来了。伯父，李欢来了。您的身子越来越硬朗了，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叹不如啊。李欢啊，叶波能交你这样的朋友，我对他都刮目相看呢。伯父，能交叶波这个朋友，是我的荣幸才对啊。好，祝伯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李欢，你先进去，那个不是超级帅哥李欢吗？恭敬不如从命。哎，是啊，对，老爷子，到时候咱们哥俩啊，一定要多喝几杯。哎，你没发现他跟叶波的神态很相似？哎，李欢，你怎么没带女伴来？我还没女朋友呢，等我有女朋友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带来见你。哦，确实有点像，但是气场可比咱们叶波大多了。等会儿你要看中哪家千金，告诉我，哦，我当场给你做大媒，好吧？谢谢伯父了。不过我可没开玩笑哦。李欢的气质倒是跟老爷子有点像，不会是老爷子的私生子吧？说不定。爸，圆圆来了啊！哎，圆圆，叶伯伯好。正好，我来介绍一下。哦，圆圆是我未来的儿媳妇，叶波的未婚妻。
她呢？你好，是我一位世交的女儿，刚从法国留学回来。哦，叶波，啊，你带李环先进去转转。哦啊，好，来，走，圆圆，见过你伯母。圆圆，来，你来了。伯母您好，好好好，我带你去见其他的伯伯婶婶。来来来，哎我们先过去，我们先过去去吧吧。三弟，啊，你这个未婚妻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芬妮哪去了？大哥，选择芬妮，老爷子会吃了我的。其实芬妮对你很好，你跟芬妮真的结束了？她为了你连事业都放弃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大哥，在这个家里面，我只能接受家里给我安排的女人。老爷子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我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否则我就会被老爷子扫地出门。任总他们过来了。啊，哟哟李欢，袁总你好又见面了啊！这是我太太，这位是李欢，电视里面应该见过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真是比电视上还要帅啊！任太太也是风姿过人。谢谢谢谢。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呀！来，我们来碰一杯。来来 ，Cheers！ 这个哥哥好帅啊！对呀，这是李欢啊，是李欢啊！我们合个影吧。来，叶哥哥，佳妮，你来了。叶哥哥，你今天好帅佳妮来了啊！叶妈妈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你看你真是漂亮。佳妮姐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，裙子和表哥的礼服好配呀，真是金童玉女。哎，你爸妈呢？啊，爸妈他们去接大伯父了，估计会一起过来吧。太好了，圆圆和安妮他们都在问你呢。啊，圆圆回来了，你们先聊。好久不叶太太见了呢，我等会儿去找她。陈太来了，叶太太好久不见了，最近还好吧？叶博士，叶博士，叶家，好久不见。家，你好。这位啊，就是叶总的公子，年纪轻轻已经是博士学位了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？啊，你那些粉丝呢？今天美女不少啊，真是美女如云啊。那，你刚刚说哪个美女啊？那边，哦，他们在那儿呢，我带你过去，走。哦，哈哈，这个美女大哥可享受不了。林佳妮，我哥的未婚妻，我妈亲自给她挑的。哎，你看看，她跟冯峰比如何呀？叶家什么态度？切，叶家什么态度？在我们叶家，从来就没有个人态度。你看，他不是也不敢把冯峰带过来吗？我还指望着他能跟我们家族上演一场对战大戏呢。不过，冯峰是没什么机会了。那边叫我，我先过去了。叶哥哥，佳妮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
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这人人都这么开心，我怎么会不开心呢？那就好，你少喝点酒啊。表哥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珊珊。哦，三叔博士好。佳妮姐，我们去那边玩吧。叶哥哥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少喝点啊。好。三叔博士，拜拜。表哥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走吧，佳妮姐。本以为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现在看来不过如此。李欢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吗？峰峰呢？你把他当什么人了？你父亲60大寿，你竟然不敢把他带过来？你有什么资格管小峰的事情？你现在跟他在一起了，必须要负责任。我会对他负责任，这个不用你操心。你现在应该跟他结婚，必须明媒正娶，而不是金屋藏娇。李欢，我们结不结婚，跟你有关系吗？难道你也想学这个时代的男人一样，只同居不结婚，占了便宜，耽误了人家的青春，然后就把人家甩在一边了？啊！胡说八道！你害怕了是吧？你害怕你得不到叶家的那份家产，一辈子听你老子指手画脚的。你是个男人，不是个孩子。该反抗的时候，你就必须站出来。那个女孩是你家里人给你选的吧？你必须要做出个抉择。如果你负不起责任的话，趁早告诉峰峰，别耽误了他，别耽误他。哎呦，张总，叶老先生，生日快乐呀！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啊，山。叶公子，谢谢谢谢。咱们干杯！来，先喝这东西。好好好。大哥，叶哥哥，找你半天了，怎么在这儿坐着啊？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只是随便聊聊。随便聊聊。大哥，哥，
你们该不会是为了大嫂的事儿在……三弟，我们真的没事。叶哥哥，大家都在等你呢，就缺你了。走吧，我们去那边。佳妮，你去吧，我不感兴趣。哥，我没听错吧？咱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感不感兴趣了？妈在找你呢。大哥，你也别在这闷着了，那边有那么多你的粉丝等着跟你合影呢，我跟你过去啊。三弟，你先过去吧。缺了我没事，缺了你可不行。走吧，走嘛走嘛，叶哥哥。佳妮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吧，佳妮，我们走。李欢，你没有听到我说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吗？还不走？这个女孩是你家里指定的，你想怎么处理跟她之间的关系？怎么处理那由我自己做主，用不着你来操心。你这个可怜虫，还能为自己做主？叶佳，你给我时刻的记住，如果你有一点点对不起冯峰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一起祝老爷子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。啊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佳妮，来来来 ，uncle， 来，叶妈妈。哎，叶佳呢？怎么没看到人呢？哎呀，你也知道你这个呆儿子，一向不喜欢这种应酬场面嘛。说不定他又躲在哪儿看书呢。哎，叶波啊，你不带圆圆到处逛逛吗？哦，好啊，那我带他去转转。多陪陪人家啊。叶佳，干嘛一个人在这喝酒？叶佳，你会喝酒，我竟然不知道。好了好了，别喝了，你喝这么多。别管我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孩子喝醉了吗？喝多了。妈，你看我这么清醒，像是喝多了吗？妈，我跟你说，这次是因为爸的60大寿，我够给你们面子吧？但是下次别再找我。叶佳，你胡说些什么？哎，老爷子，没事，他工作上遇到困难了吧？没事没事，来，佳妮扶一扶啊。我是可怜虫吗？我做不了自己的主吗？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来来来，佳妮，不喝了，跟你说别喝了，喝那么多。别碰我，哥，叶波，好了，你不要再拿了。走吧，哥，把他扶走。叶波，你别碰我！哎，走，你放开我！走走走。哎，叶佳到底怎么回事？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，喝得跟个死人一样，沉得像头死猪一样。哎呀，叶小哥哥，你别这么说叶哥哥，他今天心情不好，所以喝多了。现在就知道替他说话。好啊，那麻烦你照顾他，我回去陪客人了。你去忙吧，叶小哥哥。啊，佳妮，
先下手为强。叶哥哥，我去给你拿水啊。叶哥哥，来，喝口水。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小凤姐姐，喂，叶佳呢？叶哥哥他喝多了，已经睡了。他怎么了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喂，喂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.
去早点休息。招待不周啊。生意上的事，明天我们办公室聊。好好好，明天再聊啊。慢走，皇太慢走啊。伯父，再见。伯母，再见。李欢，有空呢多来坐坐。一定。叶波，你去送一下。好，告辞了，再见。哎，大哥，待会儿要不要再去哪？我得劝你一句，我还没想好。冯峰的事啊，你趁早别管了。你有那时间，还不如多泡几个妞呢。你说是不是？走了。叶总，我先走了啊。再见再见。拜拜拜拜。叶伯伯，先走了。慢走啊。哎，张总，喝好了吗？叶总，告辞了。喝好了。好，多谢款待。拜拜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碰巧路过这里的，我还有事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回去吧，这儿不好打车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李欢，为什么要碰到你？这个时候，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。冯峰，还是我送你回去。干什么？这根本打不到车的。不用你管。你是来找叶家的是吧？他没事，只是喝多了。啊？你是在看我笑话的吗？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的面前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讨厌？你放开我！峰峰，他只是喝多了，真的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峰峰，你今天回去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叶家一定会回来的。我送你回去。来。音乐好听吗？附庸风雅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听不懂，但是你听得懂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听得懂？笨蛋！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法语。我那天路过音像店，听到了这个调调，我就问当时的工作人员，他跟我说，这个是法语民歌。所以，我就买了一张。记不得了。
峰峰，其实叶家对你是一心一意的，只是今天晚上喝多了。嗨，男人喝多了不是很正常吗？别担心了，啊。他一定是因为压力大才会喝多的。就是，你看看叶波和芬妮就知道了。再给他一点时间。叶家有主见，跟叶波不同。我一直都相信叶家。对了，有件事情我忘告诉你了。你今晚真漂亮。谢谢你啊。晚安。晚安。